充滿笑聲與祝福的日子裏，聖家學校幼稚園迎來了既溫馨又熱鬧的生日會。幼稚園1年級和2年級的小寶貝們臉上掛着燦爛的笑容，一同為小小壽星們慶祝。家長們也用心準備了各式各樣的美食，讓幼兒們在分享中學會感恩與快樂。而幼稚園3年級的哥哥姐姐們則迎來更特別的一天——幼稚園3年級畢業聚餐。他們還穿上不同的主題服裝，老師們更為他們拍下一張又一張充滿童真的照片，留下在幼稚園最美好的時光。每一張笑臉，每一個擁抱，都是成長中最珍貴的印記。願這些歡笑、美食與難忘的瞬間，成為幼兒們心中永遠溫暖的陽光。在此也祝福即將邁向新階段的畢業生都能懷着愛與勇氣，快樂前行。